喺呢個全香港都仲係沉睡緊嘅凌晨3點鐘，西環嗰間充滿住奶味同埋洗衣粉清香嘅豪宅入面，竟然發生咗一件足以令到成個娛樂圈震驚嘅事。邊個會諗到嗰個曾經喺舞台上面摔碎過無數支吉他、冷酷咗大半世嘅男人謝霆鋒，竟然喺呢個時候跪咗喺度。佢唔係喺拍戲，亦都唔係喺度做 show，而係好似一條俾人抽走咗隻梁骨嘅喪家之犬咁樣，死死地跪喺佢親生仔嘅床頭。呢個時候嘅維多利亞港，霓虹燈慢慢俾大霧吞噬，靜到好似一個巨大嘅靈堂咁。謝霆鋒聽住耳邊傳嚟嗰啲細碎嘅呼吸聲，心入面嗰種痛，真係墨水都寫唔出。佢好清楚呢份呼吸聲係佢血脈嘅延續，但亦都係佢呢一世最唔敢直視嘅債。佢嗰雙拎過無數金像獎獎杯、握過頂級名廚刀具嘅手，呢一刻竟然喺度劇烈咁抖緊。佢好想去摸下個仔熟睡入面嘅面珠，但係當佢隻手離個仔嘅皮膚仲有1公分嘅時候，佢停住咗。佢竟然喺度驚。佢呢個身價幾十億嘅冷面總裁，喺呢一刻感受到一場足以將佢整個人淹沒嘅海嘯。我哋試下走入佢嘅心路歷程。呢18年入面，佢一直活喺王菲俾佢嗰個穿越宇宙嘅幻夢入面。喺嗰個世界入面，係無尿布、無家長會、無柴米油鹽嘅瑣碎事，只有靈魂嘅共振同埋唔食人間煙火嘅浪漫。佢以為自己係一個超脫嘅仙人，係一個追求真愛嘅勇士。但係就喺頭先，當佢推開呢扇房門，睇到書桌上面嗰一沓厚，佢從來冇簽過名嘅成績單，睇到角落頭嗰個已經磨損到甩晒皮嘅舊書包，仲有牆上面刻住每年都喺度升高，但係佢從來冇見證過嘅高度線嗰陣，佢心入面嗰種作為老豆嘅本能，好似一把燉咗嘅生鏽菜刀咁，狠狠咁扎入佢嘅心窩，仲要反覆咁搞。18年啦，6570個日夜，佢喺雲端上面彈琴，佢喺冰島嗰度煮麵，佢喺聚光燈下面享受住萬眾矚目嘅清冷同埋孤傲。而嗰個曾經俾全香港唾棄，俾佢親手拋棄嘅女人張柏芝，就一直蜷縮喺呢個狹窄、充滿住生活重壓嘅孤島上面。佢用一雙嬌弱嘅手，生生幫謝霆鋒扛住咗嗰兩座叫做責任嘅大山。嗰種窒息感，比謝賢俾佢嘅壓力仲要重，比當年狗仔隊嘅鏡頭仲要凍。謝霆鋒嘅眼眶瞬間燒到通紅，嗰啲唔係演戲嘅眼淚，而係因為極度悔恨而導致嘅毛細血管崩裂。佢望住個仔嗰張同佢幾乎一模一樣嘅面，嗰種眉宇間嘅倔強，仲有瞓覺嗰陣微微皺埋嘅眉頭。呢個邊度係仔啊？呢個分明就係18年前嗰個俾老豆遺棄喺荒野入面年少嘅佢自己啊！佢終於意識到，所謂嘅自由，原來只係建立喺另一個女人同埋2個小朋友痛苦上面嘅無恥掠奪。喺呢個靜到連針跌落地都聽到嘅深夜，呢個不可一世嘅男人，終於喺因果輪迴嘅審判台前面，低落咗佢嗰顆昂貴咗18年嘅頭。喺寂靜入面，佢好似聽到自己骨頭碎裂嘅聲。嗰個舊嘅佢正在死去，嗰個遲到咗18年嘅報應，終於喺一個普通嘅睡前故事面前，完成咗最淒涼嘅收割。就喺呢個時候，房門俾人推開咗，空氣好似凝固咗咁。張柏芝就企喺嗰度微弱嘅門縫光影入面，佢身上着住一套洗到發晒皺嘅棉質睡衣，頭髮好亂，手入面仲拎住半杯未飲完嘅溫水。當佢睇清楚跪喺床頭嗰個身影嗰陣，佢手入面個玻璃杯差啲就跌咗落地。嗰個係佢呢一世最熟悉嘅輪廓，但亦都係佢呢18年嚟最遙遠嘅噩夢。謝霆鋒慢慢咁轉過頭，嗰一刻，2個人嘅視線喺狹小嘅兒童房入面猛烈撞擊。嗰對眼係點樣嘅眼啊？曾經喺嗰對眼入面有不可一世嘅鋒芒，有追求極簡愛情嘅清冷，有對世俗規則嘅蔑視。但係而家，嗰對眼入面只剩下支離破碎嘅頹然，同埋一種近乎自毀嘅愧疚。老婆，呢2個字從謝霆鋒乾裂嘅嘴唇入面擠出嚟嗰陣，帶住一種陳舊血腥嘅鐵鏽味。佢好似用盡咗全身嘅力氣，先至將呢個塵封咗18年嘅稱呼從靈魂深處生生挖咗出嚟。張柏芝嘅身體劇烈咁抖咗一下，好似俾雷電擊中咁。
呢一聲老婆，佢等咗6000幾個日夜。喺嗰啲俾港媒長槍短炮圍攻嘅清晨，喺嗰啲個仔發高燒，佢獨自喺急診室長廊徘徊嘅深夜，喺嗰啲為咗賺奶粉錢而強顏歡笑，喺直播間入面拼命西吼嘅瞬間，佢無數次幻想過呢個男人會返嚟，會企喺佢身後。但係當呢一刻真係降臨嘅時候，佢感受到嘅唔係狂喜，而係一種近乎窒息、淒涼嘅荒誕。老婆，18年嘅家長會，我一次都冇去過。謝霆鋒嘅聲抖到唔成樣，佢好似一個喺廢墟入面爬行嘅罪人，跪住行咗半步，聲卑微到入咗塵埃入面。佢話：等你一個人講對唔住。呢句對唔住真係太輕啦，輕到換唔返嗰啲流逝咗嘅青春。但係呢句對唔住又太重啦，重到足以壓垮張柏芝維持咗18年嘅堅強假面。佢望住謝霆鋒，望住呢個曾經為咗另一個女人嘅生日而飛越半個地球，但係記唔清個仔對乜嘢食物過敏嘅男人。張柏芝內心嘅防禦機制喺嗰一刻好似多米諾骨牌咁全線崩塌。嗰啲為咗尊嚴強撐出嚟嘅冷漠，嗰啲為咗保護細路而起嘅圍牆，喺謝霆鋒嗰對通紅嘅眼眶面前碎成咗一地粉末。嗰度係真正嘅修羅場，唔係刀光劍影，而係兩個俾歲月磨到體無完膚嘅靈魂喺呢個方寸之間進行緊殘忍嘅清算。張柏芝眼角嘅眼淚好似斷咗線嘅珠子咁，大粒大粒咁跌喺冰冷嘅地板上面。佢無大聲質問，無歇斯底里，佢只係大口大口咁抖氣，好似要將呢18年入面費力積壓嘅委屈同埋俗氣一次過嘔晒出嚟咁。佢踏出一步，幾乎係本能咁，死死咁擁抱住嗰個俾佢哋嘈醒，正喺度一臉茫然咁望住爹地媽咪嘅仔。嗰個仔係佢唯一嘅戰友，係佢喺呢場喪偶式婚姻長征入面唯一嘅寄託。佢心入面喺度諗，媽咪嘅委屈終於有人明啦。呢句話佢唔係對謝霆鋒講嘅，佢係對嗰個喺無數個深夜入面抱住枕頭痛喊嘅自己講嘅。嗰係一個阿媽喺孤獨求索18年之後，終於等到嘅遲到令人絕望嘅公道。呢一刻，豪宅出面嘅海浪仲係喺度拍打緊礁石，但係屋入面嘅舊時空已經徹底粉碎。王菲俾佢嗰種如夢如幻、如露如電嘅曠世之戀，喺呢一聲對唔住面前，顯得係咁虛無、咁遙遠、咁唔合時宜。呢件唔單止係一次遲到嘅道歉，呢度係一場遲到咗18年、血淋淋嘅靈魂剖開。我哋將鏡頭拉返去嗰啲俾媒體長槍短炮包圍嘅殘忍瞬間，嗰度係香港最毒舌嘅時代，所有人都在睇呢個棄婦嘅笑話。喺畫面入面，張柏芝好似一個唔識攰嘅陀螺咁，左手抱住發緊高燒嘅細仔，右手拉住一臉倔強嘅大仔，懷入面仲取住散落一地嘅奶粉罐。而與此同時，報紙嘅頭條係乜嘢啊？係謝霆鋒喺異國他鄉嘅紅地毯上面，拖住嗰個好似仙子咁唔染塵埃嘅女人，笑得雲淡風輕。呢個就係嗰場叫做缺席嘅暴力。喺呢18年嘅孤島戰爭入面，張柏芝活成咗一個笑話，亦都活成咗一個神話。佢為咗嗰啲卑微嘅奶粉錢，喺直播間入面叫到聲都沙晒，俾黑粉鬧到體無完膚。無人記得佢曾經係全香港最身後嘅金像獎影后，無人記得佢嗰張曾經被譽為女版金城武嘅面。為咗細路，佢將尊嚴踩喺腳底下面，一寸一寸咁換成細路書桌上面嘅燈光。而謝霆鋒呢？佢喺佢嘅廚藝王國入面精雕細琢，佢喺佢嘅搖滾夢入面冷酷到底。佢以為只要準時打錢，只要維持住嗰個追求真愛嘅人設，佢就係高尚嘅。但係就喺呢個深夜，當佢真正企喺嗰張搖搖晃晃嘅上下鋪前面，當佢睇到張柏芝苦口委長年抱細路留低嘅老繭，當佢睇到嗰個為咗慳錢而補咗又補嘅舊玩具嗰陣，佢心入面嗰座真愛神壇喺嗰一刻發出咗令人牙酸嘅崩塌聲。嗰種劇烈嘅情緒對比，直頭要將空氣都點燃埋。一邊係王菲俾佢嗰種穿越宇宙、只撩靈魂唔傾尿布嘅極致浪漫，另一邊係張柏芝俾佢呢種滿身油煙、滿眼血絲嘅極致真實。佢終於睇清楚啦，邊度有乜嘢歲月靜好啊？
只不過係有一個女人為咗保存佢嘅少年感，幫佢頂住咗所有生活嘅耳光炸。佢以前覺得張柏芝癲，覺得佢不可理喻，覺得佢身上嗰股市嘅氣息令佢窒息。但係而家佢跪喺地上面，望住呢個俾佢嫌棄咗18年嘅女人，心底湧起嘅係一種近乎絕望嘅敬畏。呢個女人，佢唔係喺度生活，佢係喺度戰鬥啊！佢係一個人在對抗成個世界嘅嘲笑，一個人在幫佢謝霆鋒還緊嗰份叫做老竇嘅債。呢一刻，謝霆鋒內心嗰道防線，俾呢18年嘅缺席生生撕開咗一個深不見底嘅黑洞。佢終於意識到自己呢啲年追求嘅所謂自由，竟然係咁卑劣嘅逃避。全香港嘅聚光燈喺呢一刻好似都熄晒咁，只係剩低呢間兒童睡房入面，一個男人遲嚟嘅覺醒，同埋一個女人積壓咗半生嘅委屈，喺黑暗入面猛烈撞擊。張柏芝嗰一瞬間嘅抖動，係成條紅磡隧道都掩蓋唔到嘅崩裂。佢死死咁扣住個仔嘅膊頭，指甲幾乎陷咗入去嗰件白到發黃嘅純棉睡衣入面。嗰啲唔係憤怒，而係一種俾人囚禁喺深海18年之後，終於摸到氧氣管嘅近乎自虐嘅戰略。全香港嘅媒體曾經無數次用瘋癲、失控、祥林嫂呢啲標籤嚟形容呢個女人。佢哋喺鏡頭後面嘲笑佢眼角嘅細紋，嘲笑佢沙啞嘅公鴨爽，嘲笑佢為咗幾蚊雞喺直播間卑微帶貨嘅樣。但係有邊個真正行入過呢間密不透風嘅育兒囚牢啊？喺呢間房入面，無影後嘅光環，只有深夜入面永遠倒唔乾淨嘅垃圾桶，同埋點洗都洗唔甩，屬於單親媽咪嘅孤寂。謝霆鋒嗰聲老婆，好似一粒生晒鏽嘅釘咁，精準咁扎入咗佢嗰粒一早已經結咗痂嘅心。佢轉過頭，望住呢個曾經令佢愛到癲狂、恨到入骨嘅男人。謝霆鋒塊面仲係咁精緻，佢身上甚至仲帶住嗰種雲端之上嘅清冷氣息。但係喺嗰一刻，張柏芝心底翻湧出嚟嘅唔係舊情復熾，而係一種近乎荒涼嘅自白。佢話：謝霆鋒，你知唔知啊？個仔第一次開口叫爹哋，係對住電視機入面嘅廣告片啊！佢嘅聲沙到好似喺沙子上面磨過咁。佢又話：你知唔知啊？佢哋病到成晚抽筋嗰陣，我只能夠對住幅牆自言自語，假扮你喺我身邊。嗰一刻，心理剖開嘅刀鋒精準咁切開咗謝霆鋒嘅靈魂。張柏芝呢啲年嘅癲，其實係因為極度缺乏安全感而長出嚟嘅毒刺。佢將自己活成咗一個密不透風嘅硬殼，以為只要自己夠強悍，就可以抹走嗰個男人缺席留低嘅血洞。但係而家，當嗰個始作俑者跪喺面前，承認咗佢嘅苦，承認咗佢嘅難，佢嗰個偽裝咗18年嘅硬殼喺嗰一刻徹底碎成咗粉末。佢抱住個仔，眼淚好似決堤嘅洪水咁，浸濕咗細路嘅頸窩。呢件唔單止係原諒，呢度更似係一場遲到嘅祭奠。祭奠佢死喺謝家大宅入面嘅青春，祭奠佢喺拉扯細路長大嗰陣磨平晒嘅傲氣。媽咪嘅委屈，終於有人明啦。呢句話喺狹小嘅房間入面回蕩，帶住一種宿命般嘅淒涼。呢個唔係喺度向謝霆鋒討債，而係佢喺度同嗰個喺無數個深夜入面諗過跳落天台，但係因為聽到細路喊聲又縮反隻腳嘅自己，達成咗一場慘烈嘅和解。喺呢場跨越咗18年嘅因果博弈入面，張柏芝贏咗，但係佢贏到咁慘烈，贏到滿身傷痕，贏到連笑一下都覺得心口喺度滴血。而呢個時候嘅謝霆鋒喺嗰陣喊聲入面，終於睇清楚咗自己所謂嘅曠世之戀背後，到底獻祭咗一個女人點樣嘅一生。謝霆鋒嘅靈魂喺呢一刻俾人夾硬劈成咗兩半，一半係雲端之上嗰個陪住王菲喺京都街頭漫步，喺喜馬拉雅山腳下面冥想嘅冷面廚神，嗰度係脫離咗地心引力嘅靈性世界，無瑣碎嘅開學清單，無細路青春期嘅叛逆西後，只有兩個成熟靈魂之間嗰種近乎真空、純粹到極致嘅博弈。而另一半就係呢一刻跪喺冰冷地板上面，俾現實嘅泥濘糊滿全身嘅大罪老豆。佢喺度進行緊一場慘烈嘅自我審判。呢18年入面，
佢習慣咗用真愛當盾牌，用不羈當披風。佢以為只要佢喺廚藝入面追求極致，喺銀幕上面換命博弈，佢就可以抵消到作為一個老竇嘅失職。佢甚至喺內心深處曾經輕蔑咁俯視過張柏芝嗰種充滿煙火氣嘅拉扯，覺得嗰啲係對生命靈性嘅損耗。但係而家，當佢望住書桌角上面個仔為咗等佢返屋企而刻落嚟嘅無數個模糊嘅謝字嗰陣，嗰道防禦心牆轟然倒塌，露出咗入面腐爛、發臭、叫做自私嘅核心。佢喺心入面瘋狂咁咆哮，問自己到底喺度追求緊乜嘢？係嗰份穿越宇宙虛無嘅浪漫，定係呢盞昏黃台燈下面本來應該由佢撐起嘅啫？佢呢啲年塑造嘅冷酷人設喺呢一刻碎到滿地都係。佢發現自己引以為傲嘅所謂通透，喺張柏芝嗰對充滿血絲嘅眼眸面前，只不過係一個懦弱男仔拒絕長大嘅藉口。佢一直喺度逃避嗰個叫做責任嘅重擔，逃避嗰個會令佢變得庸俗嘅家庭角色。心理剖開嘅刀鋒，正一寸一寸咁割開佢嘅偽裝。佢驚面對張柏芝，其實係驚面對嗰個已經變得平庸、變得滿面風霜嘅自己。佢望住自己呢雙修長、昂貴、從來無沾染過尿布氣味嘅手，呢雙手可以做出令世界驚嘆嘅分子料理，但係從來無幫個仔戴過一次紅領巾。呢雙手可以拉出最狂野嘅搖滾電音，但係從來無喺細路噩夢驚醒嗰陣俾過一個踏實嘅擁抱。佢突然感覺到一種切骨嘅荒涼，嗰啲喺王菲身邊感受到嘅仙氣，喺呢一刻竟然變得咁稀薄，薄到好似一張一捅就破嘅紙咁。佢終於意識到，一個男人嘅成熟，唔係睇佢可以飛到幾高，而係睇佢喺跌落凡塵嗰陣，能唔能夠穩穩咁接住嗰啲因為佢而嚟到呢個世上嘅生命。謝霆鋒嘅脊梁骨喺度打冷震，佢發現自己唔係乜嘢廚神，亦都唔係乜嘢影帝，佢只係一個喺名利場入面迷失咗18年，欠落一身累累情債同埋血債嘅荒唐賭徒。而呢一晚，所有嘅籌碼都已經輸晒啦，佢只能夠赤條條咁跪喺呢度，面對呢場遲到咗太耐嘅靈魂凝視。王菲喺呢一刻，好似成咗個尊俾人供奉喺神壇上面，但係突然裂開咗一條縫嘅玉觀音咁。喺謝霆鋒嗰聲沙啞嘅老婆出口嗰陣，遠喺千里之外，嗰場俾粉絲奉為穿越宇宙嘅曠世愛戀，迎嚟咗最慘烈嘅崩盤。呢個唔單止係兩個女人嘅博弈，呢度係靈性同埋人性嘅一場白刃戰。王菲嘅愛係雲端上面嘅雪，係極簡剔透，唔滲雜半點人間煙火嘅共振。佢哋可以為咗一個眼神就飛去巴黎，可以喺漫天星辰下面探討生命嘅虛無。嗰度係謝霆鋒曾經最狂熱嘅避難所，喺嗰度佢唔需要面對俾狗仔隊圍堵嘅狼狽，唔需要面對兩個仔日漸長高嘅壓力，佢只需要做一個永遠長唔大、帶住仙氣嘅白衣少年。但係今晚呢個避風港冧咗。當謝霆鋒跪喺張柏芝嗰間充滿咗奶粉味、汗味同埋真實疲累嘅睡房入面，當佢觸摸到個仔嗰對充滿咗疏離同埋渴望嘅眼嗰陣，嗰種宇宙級別嘅浪漫瞬間變得輕如鴻毛。佢突然發現，王菲可以俾佢嘅係靈魂嘅飛升，而張柏芝幫佢降落嚟嘅，竟然係生命嘅墜地。呢個係一個幾咁諷刺嘅對比啊！喺王菲嘅高光瞬間入面，佢哋係脫離咗地心引力嘅神仙眷侶，但係喺每一個平凡、陰冷、需要家長簽名、需要深夜急診、需要有人頂起半邊天嘅瞬間，嗰個被稱為真愛嘅雲端，從來都無降落過一塊遮雨嘅瓦。王菲嗰種唔染塵埃嘅清冷，喺呢一刻變成了最鋒利嘅自私。謝霆鋒嘅內心深處正喺度爆發緊一場劇烈嘅精神內訌。佢望住張柏芝為咗幫細路學費而磨粗咗嘅手指，再諗到王菲嗰雙只係用嚟撥弄琴弦或者端起紅酒嘅手，佢開始感到一種近乎羞恥嘅窒息。佢所謂嘅追求靈魂自由，竟然係建立喺另一個女人為咗保存佢嘅自由而甘願沉淪喺地獄嘅基礎上面嘅。嗰一刻，王菲嘅形象喺佢心入面唔再係神格化嘅傳奇，而係一個完美但係毫無溫度嘅幻象。呢場博弈，王菲輸到體無完膚。
佢輸俾嘅唔係張柏芝，而係輸俾咗呢個世界上最俗氣，但係亦都最沉重嘅睡前故事。當一個男人意識到佢錯過咗個仔18年嘅成長，錯過咗無數次本來應該由佢嚟講嘅童話嗰陣，嗰種排山倒海而嚟嘅負罪感，係任何靈修、任何曠世之愛都填補唔到嘅黑洞。王菲嘅高光喺嗰句對唔住面前徹底熄滅咗。嗰場穿越宇宙嘅愛，終歸無辦法降落喺呢1平方米嘅兒童床邊。喺人性嘅審判席上面，嗰啲虛無嘅浪漫喺帶血嘅責任面前輸到一敗塗地。呢度更係一場帶住腐朽氣息嘅宿命輪迴。當謝霆鋒深夜認錯嘅消息好似野火咁燒過中環嗰陣，謝家呢個充滿咗戲劇色彩，甚至帶住一絲邪性嘅家族，終於喺呢一刻達成咗一種極其慘烈而且詭異嘅平衡。謝賢、狄波拉呢2位喺香港娛樂圈翻雲覆雨咗半個世紀嘅老靈魂，呢個時候正喺度坐喺半山嘅大宅入面，望住窗外維港嘅夜色，陷入咗死一般嘅沉寂。佢哋太明白呢種感覺啦。喺呢個家族入面，婚姻從來都唔係避風港，而係修羅場。父子從來唔係傳承，而係宿命嘅咒語。謝賢嗰個一世帶住黑超、風流到骨入面嘅老浪子，佢喺呢一刻有冇見到當年自己嘅影子啊？當年佢揮霍咗狄波拉嘅青春，令到謝霆鋒喺無數個無老豆嘅深夜入面，孭住冰冷嘅吉他嚟發洩憤怒。而家謝霆鋒竟然行上咗一條同佢一模一樣嘅老路。呢種血緣嘅咒語，好似一條冰冷嘅毒蛇咁，纏繞喺謝家每一代男人嘅頸上面，令到佢哋喺追求所謂極致自由嘅時候，親手嚇死咗最親近嘅人嘅幸福。謝家大團圓呢5個字喺報紙上面睇落金光閃閃，但係喺我哋呢啲睇咗咁多年娛樂新聞嘅人眼入面，卻寫滿咗血淋淋嘅無奈。呢種團圓唔係建立喺歡笑之上，而係建立喺張柏芝嗰啲幾乎磨平咗嘅傲骨之上，建立喺謝霆鋒嗰粒俾負罪感反覆煎炸嘅心臟之上。謝賢曾經私下同朋友感嘆，話柏芝呢個細路係我謝家對唔住佢。呢句話係老浪子臨終前嘅懺悔，定係對呢段扭曲因果嘅最後總結？而狄波拉嗰個永遠精緻、永遠追求體面嘅女人，佢望住嗰個曾經不可一世嘅仔跪喺張柏芝面前，內心又喺度經歷緊點樣嘅翻江倒海啊？佢有冇喺張柏芝嘅眼淚入面見到當年嗰個喺謝家豪門夾縫入面求生存、傷痕累累嘅自己啊？呢一刻，謝家3代人好似完成咗一次跨越時空嘅靈魂共振。呢種大團圓其實係一場盛大嘅還債現場。謝霆鋒喺度還張柏芝嘅債，謝賢喺度通過仔嘅回歸嚟還狄波拉嘅債。喺呢個充滿名利嘅豪門廢墟上面，佢哋終於發現嗰啲曾經以為最唔值錢嘅責任同埋陪伴，先至係呢個家族延續落去嘅唯一氧氣。如果你企喺全知視角去望住呢個時候嘅謝家，你會發現一種近乎淒涼嘅壯美。喺嗰間擠迫嘅兒童房出面，謝賢同埋狄波拉嘅沉默，好似係一種無聲嘅默許，亦都似係一種向宿命嘅投降。佢哋唔再試圖用家族嘅名望去粉飾太平，亦都唔再試圖用長輩嘅威嚴去左右謝霆鋒嘅歸屬，因為佢哋知道，當謝霆鋒跪落去嗰一刻，嗰個曾經叛逆、狂傲、不可一世嘅謝天王已經死咗啦，取而代之嘅係一個俾現實撞到頭破血流，終於開始試去縫補生活碎片嘅普通男人。呢種回歸係破鏡重圓咩？唔係，塊鏡碎咗就係碎咗，哪怕用最名貴嘅金粉去黐反埋，嗰道裂痕亦都永遠喺嗰度，時刻提醒住你曾經嘅殘忍。但係呢個係一種因果嘅閉環。謝霆鋒終於從嗰個穿越宇宙嘅王菲式幻夢入面跌返落呢片沾滿咗泥土同埋眼淚嘅謝家土地。呢個唔單止係謝家嘅團圓，呢度係香港演藝圈一個時代嘅終結。嗰個只係談情說愛唔傾責任嘅浪漫時代，喺現實嘅重擊下面，終於露出咗佢最醜陋、最真實嘅一面。而喺呢個所謂嘅高光團圓背後，收埋嘅係幾多次深夜嘅西後，幾多次喺絕望邊緣嘅掙扎。
謝家嘅每一個人都喺呢一刻俾命運夾硬按喺審判席上面。佢哋望住大家，好似喺度望住一塊鏡咁，鏡入面照出嚟嘅全部係呢18年嚟，佢哋為咗維持嗰個體面家族嘅假象，所獻祭咗最鮮活嘅真心。呢種團圓真係太重啦，重到令人抖唔到氣。佢好似一場漫長嘅葬禮，埋葬咗所有人嘅輕狂，埋葬咗所有人嘅逃避，最終喺呢一片虛無嘅廢墟上面，開出咗一朵帶住血色叫做歸宿嘅苦花。喺呢間彌漫住舊時光氣味嘅睡房入面，最鋒利嘅刀刃其實係收埋喺兩個仔嘅眼入面。盧卡斯同埋昆特斯呢兩個繼承咗謝家極致基因嘅少年，呢個時候正企喺陰影位，冷冷咁注視住嗰個跪喺地上面喊到肝腸寸斷嘅男人。嗰個係佢哋嘅生父，係報紙上面嗰個無所不能嘅巨星，係嗰個喺廚藝節目入面優雅揮灑嘅謝大廚。宿命係乜嘢啊？宿命就係你行咗一大圈，避過咗所有嘅劫難，最後卻仲係返去嗰個最初俾你拋棄嘅起點，去縫補嗰一地雞毛嘅人生。維多利亞港嘅海浪依舊，喺呢片名利場入面，每日都有新嘅傳奇升起，每日亦都有舊嘅偶像崩塌。但我會記得呢個深夜，記得嗰個不可一世嘅男人，終於喺生活最俗氣嘅細節面前，低落咗佢昂貴咗大半世嘅頭。人呢一生，終歸係要落地嘅，而落地嗰一刻，先至係你真正活過嘅開始。